现在蛮多小两口刚买一套房子，就想把屋里所有人的名字都加在房产证上面，包括未成年人，能不能加呢？肯定是能加的。而且加完之后，你把房产证一翻开啊，爸爸妈妈、儿子、女儿，多开心！偷偷告诉你，搞不得哈呀，兄弟！因为房产证上面一旦出现了未成年人的产权，你的房子将面临3大隐患。第一，如果说你拿不出全款，需要贷款，就不用想那个事了，因为未成年人是肯定不能贷款的。第二，你如果说想快速变卖，未成年人产权的审核是层层审批，堪比地狱级的，兄弟！就算通过了层层审批，遇到买家了，要过户了，你阿姆是在读书上学，哪怕是在考试，不好意思，过来签字。第三，子女总要长大吧，未成年人他也会有成年的那一天，他等他想买房的时候，好不得了，就全额到房，你得不是摆他什么事呢？明明有首套房的利率，你得用神操作下来，他就用不了的。朋友，不是所有的本上面都必须要把全家人都加上去的，有些时候你放开是，哈在上面好温馨，懂吗？